這次香港背包帶你走進東門老街最新改造區 MINISOLAND 與新白馬次元9號，這裏結合了動漫主題、潮玩店、新式商場、美食街區，一次抗足看吃拍三重體驗。咁我哋喺呢個老街站嘅 D 出口出咗呢個出口之後，我哋向左行。咁其實呢度已經係東門老街噶啦。咁我哋咧繼續向前行，行到前面個路口之後，我哋轉左。咁咧東門老街咧，其實係結合咗啲新商場啊，同埋啲舊式嘅建築物啦。咁咧佢呢度咧有好多嘅食肆啊，有好多店鋪啊，咁可以嚟呢度打卡啊，睇下啲舊式嘅建築物啊，同埋一啲潮流嘅店鋪啊，同埋一啲新嘅商鋪啊，所以集合咗吃喝玩樂打卡嘅地方。咁前面見到呢就民生樓啦，係一個比較歷史悠久嘅建築物啦。咁前邊呢，你見到一間呢麥當勞，呢一間呢就係中國第一間嘅麥當勞。咁呢度見到啲新嘅商場啊，夾雜咗喺呢啲舊式嘅建築物之間啦。咁而家呢一度呢，就大家見到呢度就係圓明樓啦。咁入去呢，就喺老街嘅商場啊。咁而家呢度呢，就係一個新嘅地標啦，就係 MINISOLAND 啦嚇。咁呢一間呢，就10點鐘先開門嘅。咁呢一度呢，就係呢個啲舊嘅建築物啦嚇，咁都有個特色嘅嚇。咁一間我就會拍一拍呢個 MINISOLAND 俾大家睇下。咁我哋首先嚟呢個東門嘅廣場行下啦，呢度有個好大嘅鐘啦。咁新白馬次元9號呢，就喺呢我哋嘅右手邊嘅啫。咁而家我呢度呢，就9點零鐘啦，仲未開門，咁佢都係10點鐘開門嘅。咁而家呢，我先嚟呢個東門町度行下。咁其實喺頭先我入嚟嘅右手邊嘅啫。咁都係未開門嘅，因為都係早嚇。咁呢度見到呢度呢啲食肆啊，好鬼多噶嚇。有北京片皮鴨啊，有啲咩脆肉丸啊，火鍋啊。應有盡有嘅嚇，咁燒啊烤啊灼啊，你都有嘅呢條街嚇。咁呢就係隻白馬啦，咁呢度就係新嘅白馬次元9號嚇，咁商場就10點鐘開嘅，咁而家我就入去拍攝俾大家。其實開咗門入去呢，其實都未有咩嘢睇嘅。咁其實好多店鋪呢都未開門，同埋呢好多店鋪都被搬入嚟嘅嚇，咁都係唔係太多人啦嚇。
深圳首間 Miniso Land 旗艦店已登陸羅湖東門步行街，是華南地區最大的名創優品 IP 主題樂園，樓高3層，約1.6萬平方尺，以夢幻城堡為造型。該店匯集逾100個熱門 IP， 超過5500款商品，包括切卡華、Sanrio、迪士尼及哈利波特等，並設有大量沉浸式打卡位，是深圳的潮流新地標。
如果有任何問題，歡迎隨時喺留言區話俾我知，我會盡力為大家解答。非常感謝你嘅支持，唔好忘記訂閱香港背包，並且點讚同分享影片，咁樣有新影片嘅時候就能夠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